呀，我有2个朋友要来到访，哎呀，我看我去接待他们好了。好不容易陈老师的家到嘞，好大啊！我真的觉得 you can only rely on friends when you are far away from home。出国意思朋友，陈老师人超好的啦，真的有 friends 真好，有朋友超好的啦。阿公他们到了没？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哦，好。嗨，老师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欢迎欢迎。好。哦，外面有一点点冷呢。对呀，有老师接待真好。是我意思朋友。对呀，有 friends。老师，今天麻烦你喽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哇，好丰盛大家哦！请用。哇，师母替我们准备这么大一桌，中国意思朋友真的超棒。真的 ，we can only rely on friends when we are far away from home。所以这时候有像老师跟师母这样的 friends，我们真的好幸运哦！有很油，超好的啦。我可以开动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好饿哦。啊，这是台湾的粽子。哦，台湾粽子哦。天哪！师母来，自己来，好，我帮你夹一个。自己来。你真是个好孩子。哇，排骨。那我要做好孩子。好 ，OK。你怎么都喜欢偷学我？怎么样？没关系，作为一师朋友，真的要谢谢陈老师还有师母。谢谢哇！这青菜看起来就好好吃。好好吃哦。老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耶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中国意思朋友，谢谢老师哦。好，下次能够再来哈。啊，你们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？我们要来推广客家文化，坐餐车啊。对啊，我们要让外国朋友都吃到客家料理。啊，我想到客家料理有一道菜叫做咸蛋苦瓜，是不是？哦，有。哦，我们到后面去看我的苦瓜。好，感觉起来好像有老师在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真的叫做 we can rely on friends when we are far away from home。哦，中国意思朋友，哇，我好期待看到老师的那个苦瓜哦。You can only rely on friends when you are far away from home。有陈老师真好哎。中国意思朋友，谢谢陈老师。